喺呢度有個簡單但係充滿咗力量嘅方法，令到自己同宇宙以及吸引力法則進入正向同和諧嘅狀態。首先，我哋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坐低，注意一下你嘅感覺，並且放鬆成個身體。當你已經放鬆身體嘅時候，再放鬆一啲，然後再多一啲，再多一啲，重複呢個深層次嘅放鬆7次，每一次都盡可能地放鬆。做完之後，留意一下你而家嘅感覺，同開始嘅時候相比，睇下有咩差異。而家你同宇宙同吸引力法則更加和諧同一致。當你堅持、再堅持咁去運用吸引力法則，你會達到一種境界，吸引力法則會變成你第二個天性。你會變得非常容易覺察別人嘅說話，尤其係當佢哋討論到一啲佢哋唔想要嘅嘢之後，你會好容易咁樣覺察到有啲咩說話你係應該講。當你去到呢一個境界，你就會覺得你覺察嘅能力越嚟越高，越嚟越提升，你嘅意識能力亦都會有所增加，意識到有一啲說話會令到你嘅匱乏感更加增強，呢啲說話我哋都唔應該去講。我哋每一個人生命中每一刻都喺度運用緊吸引力法則，所以當你因為並未擁有自己想要嘅事物而覺得吸引力法則對你冇用嘅時候，請你了解到法則正在回應緊你，因為你唔係正在吸引緊你想要嘅事物，反而你係引嚟緊匱乏嘅狀態，因為你內心充滿咗不滿足，引嚟嘅只係更大嘅匱乏感。請你經常保持住滿足嘅狀態，吸引力法則自然會將更多令你滿足嘅事情引嚟你身邊，因此證明咗吸引力法則係每分每秒都時刻運作緊。我哋呢個世代最偉大嘅變革就係發現人類透過改變內在嘅心態，可以改變佢哋生命嘅外在面向。當你改變內在，就可以改變自己，甚至影響他人，創造成功。當你改變咗現在，就可以改變未來嘅人生。首先，我哋要知道自己未來想變成一個點樣嘅人，所有嘅行動同決定都會以呢一個心境嚟做目標，再去作出行動，最後你嘅人生就會漸漸過上你自己理想嘅日子。簡單啲講，只係3個步驟：第一，設立目標；第二，採取行動；第三，接收我哋嘅結果。當你開始提出關於生命嘅問題，就係你有重大突破嘅徵兆。生命嘅真理就喺呢度提供俾每一個人取用，一直以來都係咁樣。但係只有問問題嘅人先可以接收到答案，並且發現到真理。當我哋提出問題，並且強烈希望知道答案，就會吸引到以我哋可以理解嘅形式嚟得到答案。所以為咗接收生命中嘅答案，你一定要開始問問題，慢慢你就會得到答案，會慢慢知道今次你嘅靈魂嚟到呢一個空間，呢一個世代，你嘅使命係乜嘢。當你揾到你嘅使命之後，你嘅人生會變得更加積極同豐盛。要同吸引力法則完全和諧一致，愛係我哋擁有嘅最高力量。感受到嘅愛越多，我哋嘅力量就越強大；感受到嘅愛越係無私，我哋嘅力量就越深不可測。吸引力法則一直被稱為愛嘅法則，因為法則本身就係送俾人類嘅一份愛嘅禮物。我哋藉住呢一個法則，可以為自己創造不可思議嘅人生。感受到越多嘅愛，我哋越有力量去創造一個充滿愛、喜悅同和諧嘅壯麗人生。如果你未懂得乜嘢係愛，請你最簡單由愛自己開始，愛惜自己，再慢慢將呢份愛發送俾你身邊嘅所有人、所有事。有啲人會問，同宇宙和諧一致嘅感覺到底係點樣？其實就好似漂浮喺水面嘅感覺一樣，
如果好緊張或者係抗拒水，你就會向下沉；如果你係臣服於水，水會支撐你，你就會浮喺上面，就係呢種感覺。呢個就係令你同宇宙和諧一致嘅方式。我哋釋放緊張，自在咁樣漂浮，一切嘅事都向正向思想方向進發，你就會吸引到更加多正面嘅事物嚟到你嘅身邊。我哋唔需要長期處於緊張嘅狀態，因為宇宙會知道我哋心入邊想要嘅係乜嘢，會為我哋作出適當嘅安排。根據吸引力法則，消滅疾病嘅方式唔係同佢對抗。如果決定對抗疾病，你嘅焦點就會放喺對抗疾病上面。所以我哋應該要將焦點轉移，因為我哋無時無刻都喺度吸引緊自己專注嘅事物。我哋喺面對疾病問題上面，應該要專注點樣去揾一個合適嘅醫生，讓佢哋做佢哋嘅工作。然後將你嘅心智集中喺健康上，諗住一啲同健康有關嘅念頭，講出同健康有關嘅話語，並且想象自己完全健康嘅樣。因為有好多嘅疾病都係因為負面情緒而令到我哋嘅病情加重，所以我哋時刻只要諗住嘅就係我哋好健康。如果你想改變你嘅財務狀況，你可以做一件好好嘅事，將你嘅收入攞出1/10去做慈善功德。呢個就係所謂嘅11奉獻靈性法則。如果想要為自己嘅人生帶來更多財富，呢個係你可以採取嘅最偉大行動。因為金錢就係能量，能量係需要流動。當你捐贈奉獻出去嘅越多，會流動返嚟嘅自然更加多，並且係會以倍數嘅方式增長。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信仰嘅宗教都會教大家奉獻或者係做功德捐贈，去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弱勢社群。呢一個都係其中一種發送光同愛嘅方法。你哋有冇發現一啲最高級、最名貴嘅車，往往都被車主保持得好乾淨同整齊，而另外一啲比較低級次檔嘅車，入邊通常都好污糟同好混亂，充滿住雜物。其實佢哋差別就係感恩。當你感恩你擁有嘅一切，就會為你帶來更加多你想要嘅事物。呢個就係嗰啲人為自己吸引到好車嘅方法。所以唔理你而家揸嘅係咩牌子嘅車，我哋都必須要感恩我哋嘅車，因為呢一架車為我哋帶來生活上嘅方便，我哋需要為佢保持乾淨整潔。將呢套法則應用喺你生活日常嘅萬事萬物上，你就會吸引到更加多正面美好嘅嘢嚟到你嘅身邊。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